哇！呢度係目前新西蘭最值得去嘅免費熒光洞嚟㗎，因為要經過自己去探索，所以喜歡冒險嘅人會好有滿足感。洞嘅入口雖然係一啲崎嶇又濕滑嘅岩石，只要小心爬落去岩石，就可以踏足洞內嘅河溪水道㗎喇。整濕對鞋、摸黑前行同埋帶備電筒就係一定要㗎喇。洞內淨係靠手機嗰啲微弱光線係唔夠㗎。邊係濕滑嘅岩壁，腳下面係溪水道，必須步步為營。天氣好嘅日子呢，水道嘅水啱啱浸過腳眼。假期嘅時候好容易睇到啲人聯群結隊帶頭燈嚟探險㗎，最好咪平日獨自一個人嚟。如果唔係有意外，都冇人照應。特別係當日或者前幾日曾經落過大雨嘅話，水道嘅水高會去到膝頭，甚至更高到去心口都得㗎。如果你嚟到啱啱係傾盆大雨咧，千祈唔好入洞。避免突如其來嘅洪水危險啊！附近地處偏僻，揸車接收唔到電信信息，所以導航都冇辦法顯示㗎。揸車嚟之前，手機最好預先下載咗離線地圖。嚟到 Waipu Case Road 就跟住條路開車行6公里就到㗎喇。其實入洞摸黑步行大約100幾米之後，會漸漸開始睇到頂上面有第一組嘅螢光蟲聚集。你會驚嘆大自然真係神秘又美麗，有膽繼續喺泥濘上摸黑前行200幾米左右，有機會發現第2同埋第3組嘅螢光蟲聚集嘅暗洞。一旦目睹呢個洞外面俾你嘅視覺衝擊，千螢光嘅真實畫面會喺你嘅腦海記憶中一世留